可以啊嘛？好，可以。似唔似金城武先？似嘅。OK，呢個錄緊嘅。好啦，各位同學仔，嗱咁啊，我哋咧準備開始，咁啊，sorry，準備開始感言，滴一滴眼藥水先，滴一滴眼藥水先。好啦，咁啊，嗱咁啊，我哋呢個感言咧就分兩個部分嘅，OK，咁啊，首先第一個部分咧就係即係我嘅感言啦，咁跟住後咧第二個部分咧就係我會同大家分享個寓言故事嘅。係啦，我會分享個寓言故事。咁啊，呢個寓言故事咧，即係好大可能就係大家都聽過噶，但係唔知點解硬係有啲嘢咧就好似唔對路爭少少咁樣。咁我就希望各位咧，總之我唔理你，你聽到我最尾嗰一句，各位小朋友，呢個寓言故事係帶出啲咩道理咧嘅呢一句嘅時間咧，咁你就好興奮咁啊，好感動啊，真係好有道理咁樣，得唔得先？通過，通過，通過。好嗱，咁我哋咧就嚟咯，好嘛？我知道你哋諗緊啲咩嘢，就係你真係決定將呢啲嘢影低佢咩？好嗱，咁啊，各位同學仔，嗱咁啊，上到今日呢一堂嘅時候咧，有啲同學仔都上咗好耐啦。即係我驟眼望嘅時候，有啲同學仔咧都由初中開始上，咁有啲就中四開始上咁樣啦。咁啊，我諗其實大家都即係知道我嘅真正身份就係一個智者嚟嘅。咁所以咧，我係唔會對於任何嘅教育從業員啦、補習老師啦，或者任何人咧嘅感言係有任何期望，包括我自己。咁啊，所以咧，我喺今日準備呢個感言嘅時候咧，我就諗翻起好似早兩三年我有句説話，我都真係覺得幾奇妙。我冇諗過咧，嗰條 reels， 即係我嗰陣時仲未開始拍啲傻仔 reels 啊。咁我亦都即係未開始重視呢件事，我真係亂咁鋪咗一條片咧。我估唔到係即係嗰條片係比較多人 like 嘅，就係我講咗句我話呢啲感言，我自己覺得係冇用嘅，因為人咧被激勵同熱血係一時嘅，迷惘先係一世嘅，即係我講咗句咁嘅嘢啦。我估唔到咁多人 like，咁我亦都真係本住呢個信念咧去準備今日呢個感言。咁所以咧講到最尾個寓言故事嘅時候咧，就希望各位同學就帶住迷惘離開，咁啊真係面對翻人生嘅本質。好嗱，咁啊，既然咧你哋成日咧就話我似邪教教主啊嘛，咁所以咧今日咧我就一於貫徹到底。各位同學伸出你嘅手，我哋而家頒發學師10誡，你哋就好似摩西咁樣揾到嗰嚿石 ，OK？ 咁然後大家伸出你嘅手，領受呢一個10誡，同埋仲有 DSE 10科5星星 ，come on 嚟 ，OK？Yes。Yes, OK， 好嗱，我哋而家開始頒授呢一個嘅學師10誡，好得，擺低，好啦，唔需要舉到尾嘅，咁啊，我希望大家咧就落咗呢一堂之後咧，就攞住呢個學師10誡去面對你嘅人生。咁學師10誡嘅第一誡就係，其實你係唔一定需要有夢想嘅。如果2026年嚟到今日，仍然有人同你講，哦，夢想啦，追夢啦，呢一個係最 outdate 嘅一句説話。大家如果咧有睇新聞或者有睇一啲國際嘅 report 咧，你會見到比爾蓋茨講，佢話喺嚟緊可見嘅將來 ，AI 會先取代啲最貴嘅職業，其中一個就係醫生。好快，最窮嘅人都可以擁有一隊係曾經只有總統先可以有嘅專業醫療團隊。沈祖堯其中一 part 可能我係斷章取義咗啦嚇，佢喺一個演講入面講嚟緊，佢話10年內讀醫生應該仲係唔會被 AI 取代，10年之後佢唔知，佢話叫大家10年之後翻嚟再問佢。好啦，另外有啲 report 講香港將會係被 AI 打得最勁嘅地方。如果我冇記錯，9成幾嘅職業都會被 AI 取代喺香港。好啦，嗱，我唔係叫大家去咩都唔好做，我反而想講，今日你有一個夢想，如果你透過 DSE 你覺得係可以做到佢嘅，你努力咁樣係一件好好嘅事，但係唔好因為一件夢想咁虛無縹緲嘅嘢而令到自己唔快樂或者後悔，因為呢一個所謂本身已經靠唔住嘅夢想，係咪真係咁靠得住？係咪真係咁值得你後悔？冇人知嘅。咁所以我覺得，與其去諗一樣咁遠嘅嘢，不如踏實咁樣過好每一日。
去揾一樣你真係想做嘅事。每一日你做完，你都覺得係可以令到你嘅人生更加有意義、更加快樂嘅事出嚟。咁然後踏實咁樣去過好佢，睇清楚每一日嘅日子入面有啲咩值得你珍惜。我覺得咁樣係仲好啊！如果我哋去講用錢 rise 去睇理想嘅話，而家呢個世界印出嚟嘅銀紙多到學黃子華話齋，都唔知係天文數字定地府數字。每一日都有人發緊達，佢哋做緊嘅事未必係你哋眼中香港人眼中嘅咩醫生、律師，未必㗎。可能係深人唔知道邊一度有個僆仔8歲9歲，見到某一啲人生活嘅需要，就做咗一樣嘢出嚟，仲要可能係用 AI 就發咗達啦。所以如果大家睇嘅嗰樣嘢係錢的話，咁我想講，你嘅夢想未必係擺到唔知喺邊度。多啲觀察你嘅生活，多啲觀察你身邊嘅人，你需要少少嘅熱誠，多過一個咁嘅夢想。咁所以就嚟到學思十屆嘅第2屆，去揾到你嘅嗰個熱枕。好多同學仔我同佢傾偈嘅時候呢，第一句我都會問：點啊？大學諗住入咩科啊？其實比佢大學想入啲咩科，真真正正想知道嘅就係佢希望對於自己成績有啲咩嘅期望。但好多時候我聽到嘅會係咩呢？就係有啲同學仔會咁樣答我，佢話：是但啦，我個人冇興趣㗎，我冇夢想㗎，冇所謂啦，讀到咩讀咩啦。以大學呢個決定嚟講，我覺得 OK 嘅，因為的而且確大學嘅科其實都好局限，係嘛？甚至乎香港俾你嘅選擇都好似好局限。咁但係你嘅人生就唔可以咁樣，因為如果一個人係乜嘢嘅目標、咩嘅熱枕都冇的話，成世人就係人哋做啲乜，佢做啲乜啦。而最可憐嘅係人哋做啲乜，你做啲乜之後，你就會將人哋嘅標準都擺埋落你身上。你做唔到，可能本身就唔關你事，但係你就因為咁樣而唔快樂。咁所以我覺得揾一個屬於你嘅熱枕出嚟。未必係要考幾多科5星星，可能就係你覺得喂，沖一杯大家都欣賞嘅咖啡，可能就係整一件大家都覺得好嘅糕點，又係嗰句用錢 rise 未必係差㗎。黃仁勳話嚟緊揾錢最多嘅可能係木工、水管工，邊個知啊？呢一啲你真真正正有興趣，你可以做得好嘅事，反而喺你成個人生，不論心靈上或者荷包上，先係可能幫到你最多。所以嚟緊出咗去，唔好再俾呢啲成績局限，唔好人哋係點你就係點，揾一個真真正正屬於你嘅熱誠，咁你就會快樂。咁而學思十屆嘅第3屆就要學識感恩同埋仲有割捨。聽落去呢係好行㗎，不過大家諗一諗，同埋我想問下有冇同學仔數到俄烏戰爭打到幾多年啊？嗱，有啲同學仔呢，仲以為係早1、2年打，各位同學仔打到第5年啊！打仗打到第5年啊，唔知死咗幾多人啊？喺呢個世界60億人入面，印度同中國都霸咗一半啦。我哋可以生喺香港呢一個地方，我已經幫大家量子計算咗，即係問 AI， 其實係低過10% 嘅機會率，即係香港類似咁樣嘅地方。咁所以香港呢個地方的確有好多唔好，甚至乎香港呢個地方比之前又的確係冇咁好，但係我諗都尚且係值得大家感恩嘅。咁而仲有另一樣嘢值得大家感恩嘅就係一直願意企喺你身邊嘅人。入到大學好多時候呢，有啲生活有啲關係嚟得好趕嘅，唔知點解總有人同你講：我有啲嘢你唔做唔得嘅，大學唔知幾多件事，我啲關係呢啲 gathering 唔去唔得嘅，我呢啲關係冇咗唔得嘅，唔為呢個路唔可以嘅。如果你有曾經諗過冇班主任冇規矩就最正啦！你要記住，你喺大學入面你就係一個完全自由嘅人，冇必要為咗呢啲事而局限你自己。有啲人哋講上去好重要，而大家作為一個大學生心知肚明係無關痛癢嘅關係，我覺得勇敢啲咁去割捨，
唔需要覺得冇咗呢啲人就冇路可以為，因為你最後嘅朋友一定都唔係呢啲人。所以各位同學仔，勇敢啲去割捨一啲關係，同一時間珍惜一啲一直願意喺你身邊嘅人，可能係家人，可能係朋友。咁於是呢，我哋就嚟到第4點，一直喺你身邊嘅就嚟到學師10屆第4屆，做運動。好啦，嗱咁呢一個呢，大家即刻就會即刻諗起我平時講嗰啲咩，即係體育關注組啦，係嘛？我成日都叫大家做運動噶嘛，但係我係認真㗎，我係認真㗎。你知唔知道我哋啱啱香港呢，平均壽命已經超越咗日本啊？香港係超越咗日本啊！你知唔知香港女性平均壽命而家幾多歲啦？89歲啦！你知唔知男人係幾多啊？如果冇記錯，好似低少少87咁樣咁上下。各位寶寶，如果我哋日日諗緊一樣嘢，就係 DSE 隔幾日考點。如果你曾經咁樣而後悔，我話俾你聽，你嘅身體先真真正正有可能令你後悔，因為身體留俾我哋去鍛鍊，我哋可以培養一個好嘅體格嘅時間係好有限。過咗就係過咗。當你發現要追 DSE， 你可能都仲有唔同嘅方法時間，但係你嘅身體係唔俾呢一樣嘢嚟嘅。咁所以對佢好啲，可以做運動嘅時候做少少運動，到你生命有一日要用得着佢嘅時候，你會為住自己曾經咁樣做而感恩。咁啊，你成世人，你嘅靈魂陪你嘅靈魂走到最後嘅，一定係你而家用緊嘅呢一個工具，你嘅身體。咁所以對佢好啲，如果可以唔好做補習。咁而仲有就係有啲男同學，我知道佢哋終日咁樣就可以快樂㗎啦。收咗示範，女同學都可能係啦，就望住個 mon，佢就可以噓一日㗎啦。咁我覺得就係我理解。就係古言有云，我哋每過1分鐘，非洲就會過60秒。但係將呢啲時間去做下運動啦，好嘛？好啦，嗱咁啊，下一點就係學師10屆第5屆 past paper 嚴以律己，寬以待人。而家呢，有咗網絡呢，大家知道嘅，或者大家其實我觀察同學我都知道嘅，好多同學好多人呢。急不及待就係去講自己嘅意見，急不及待去俾自己嘅睇法。對於其他人總係不留情面咁樣批判，對於自己咧好寬容。嗱，我想提醒你哋就係喺網絡嘅世界入面，而家意見係越嚟越廉價。從來邊個唔可以有自己嘅意見啫？係嘛？就算冇得上網冇 flash， 打俾個 friend 鬧下 Peter Mary。幾興奮，但係我哋好容易就會喺呢啲你鬧人，而喺嗰一個時間你攞到優越感嘅嗰一刻，你停止咗自己嘅進步，因為好容易人會覺得其他人嘅唔好，我識得批評就係我自己叻咗，但係事實往往係相反。而特別喺網絡嘅世界入面，我會咁樣形容意見好似咩呢？好似口臭啊！你口臭自己唔覺嘅。OK， 但係其他人覺，不過喺網上面就唔同啦。覺得你口臭嘅人唔會出聲，但係有一班一齊口臭嘅人會互相說服，大家個口係有花香味。所以對自己嘅意見嚴苛一啲。如果唔係到有一日你真係講出口嘅時候，你換嚟嘅結果可能比你想像嘅慘淡得多。集中啲去提升自己，冇必要急不及待咁樣去俾意見。咁好啦，咁下一樣學師10屆第6屆就去尊重一啲俾你看起上嚟弱勢嘅人。我有曾經講過幾次，就係如果有一日我唔 do， 大家聽我講過啦。有一日如果我唔 do， 我就將我喺學師見過鉗嘅顧客，不論係學生家長講晒出嚟。大家聽我講過呢啲噶嘛，係嘛？如果有一日我唔 do， 咁而家我仲 do 嘅，唔知忍到幾耐咧？咁啊嗱，我想講嘅就係咩咧？嗱，
即係如果我真係真心當完全啦，即係唔好講到自己咁偉大啦。即係如果我完全將呢件事當係生意的話，我好多嘢根本唔需要咁樣做，係嘛？求其呢度加啲錢，嗰度加啲手續費，呢度加啲經紀費，搞掂啦，係咪？咁啊，即是但啦，有1億個方法，係嘛？咁但係冇所謂，我理解嘅，呢一個係我嘅選擇，唔關嚟到嘅學生事嘅，唔緊要嘅，呢個係我嘅選擇啫。但係有啲人如果要將自己當係顧客嘅時候，我亦都即係不禁要講就係，咁你都係960蚊嘅顧客，你唔能夠當自己係9億6千萬嘅顧客。咁出到嚟社會，我想話嘅係，首先仁者安仁，智者利人。一個聰明嘅人會明白，今日你係嗰個顧客，他朝你可能係 serve 人嗰個人。呢啲咁樣嘅關係隨時都可以導致。而仲有就係，我想提醒大家，人嘅品格唔係建立喺你點樣對待一啲比你高尚嘅人身上，而係建立喺你點樣去對待一啲睇起上嚟比你弱勢嘅人上面。如果我哋一世人對於嗰啲看似比你高位嘅人，你就去奉承佢，而你就去揾一個看似比你低位嘅人去發洩咗嗰口氣，咁你要諗下人生嘅意義同埋你嘅品格到底係點樣呢？夜闌人靜嘅時候，如果先至發現自己原來係一個跟屁蟲，咁樣我覺得係人生最可悲嘅事。所以各位同學仔，你嘅快樂唔在於踐踏於邊一個，你嘅嗰個尊嚴唔在於踐踏於邊一個，你嘅尊嚴係來自於你自己。所以多啲對一啲比你弱勢嘅人抱有同理心，去尊重佢哋。咁而學師10屆第7屆就係用愛同埋勇氣去面對一個願意喺你面前批評你嘅人。啱啱我都講咗，而家互聯網人哋要講你壞話，用乜嘢？就算大家同一間公司開個 group， 淨係唔 add 你入去，你學校分分鐘都有人做過啲小學雞嘢啦，係咪？喂，圍爐講你壞話幾興奮啊！再唔係喺 IG Flash， 我公司嚟咗個傻仔啊咁樣，又有幾千 likes， 又開心，係咪啊？嗱，但係如果佢仍然願意喺你面前講，各位同學去愛佢，因為你如果仍然可以令到佢願意講呢句説話喺口邊，即係代表你對佢對呢件事仲有重量。如果佢講嘢係有意義嘅話，我哋勇敢啲去改正自己。而同埋仲有就係大家可能由細到大，我明白就係受 ACM Parents 嘅訓練，阿媽實做過呢個動作㗎嘛？你哋有冇試過？做條數1+1定係幾多？跟住2，跟住阿媽喺隔離就點？真係諗真啲喎，3真係嗱，大家 PTSD 啊，係咪？我明嘅，但係出嚟做嘢嘅時候，當有人去 challenge 你嘅時候，批評你嘅時候，勇敢啲，哪怕嗰個係你最討厭嘅人。如果你覺得你討厭佢，咁你就更加要勇敢啲咁樣去將佢批評你嘅説話變做營養，俾佢更加叻，就係你最好嘅報復。咁所以勇敢啲咁樣去面對一啲批評嘅説話。咁然後學師10屆第8屆2個字透視。我間唔中咧喺 Flash 咧，甚至乎啲學生嘅 story 入面見到，就係佢哋會講冇人教我嘢，出到嚟就要我返工就要做，點做啊都唔識。你踏入社會，我想講就係冇人教你㗎啦，冇人有義務教你，從來都係咁㗎，唔係第一日係咁㗎。因為你諗下嗰個大你1年、2年或者3年嘅上司，佢唔係有心唔教你，唔係冷漠啊，好大機會係佢自己都搞唔掂啊。你諗下嗰個人就大你少少嘅咋可能，而喺生活入面俾你曾經埋怨過嘅嗰句，今個禮拜又有40幾個 quiz， 又有課外活動啊，又有咩功課，更加恐怖。佢到底受緊點樣壓力，你唔知。咁所以我覺得喺工作上面，喺大學入面透視，人哋點做，企喺隔離去望下，點解佢會咁做呢？點解同一件事我冇做得好，佢又做得好呢？有必要記低佢，寫低佢，下一次做出嚟真係唔明嘅，去問佢
咁樣你就會成為你嗰個世代入面喺職場最受歡迎嘅人。咁所以兩個字，偷師。而接住學師十屆第9屆都係兩個字，就係早晨。多啲同人講早晨。你哋咧喺 Covid 嘅時候，剛好正正咧就係你最需要人際關係訓練嘅時候。我明白有啲同學仔咧，可能係成段時間咧就係荒廢咗 train 得比較少，咁我理解嘅。但係而家都係時候改正過嚟啦。記住，見到人嘅時候，望住人哋對眼講早晨，笑一笑，大方啲。OK， 有人話我好驚望住人哋對眼，三哥望住佢鼻梁，佢呢世都唔會發現你冇望過佢對眼。望住佢鼻梁數下有幾多黑頭，望住講佢唔會知。OK， 嗱，師妹望緊我鼻梁，我係 feel 唔到嘅。好啦，嗱，望住佢鼻梁，佢唔會知你冇望佢對眼。嗱，如果你做呢啲 cam 嘢咧，要改啦。咩 cam 嘢咧？嗱，有冇堂仔試過？離遠唔知喺邊條街見到個長輩，你明明同眼神對望咗咯噃，跟住咧你就兜路，唔使打招呼 ，yes yes。離遠見到老師行緊埋嚟，你喺 lift 入面，閂門。嗱，如果你做呢啲 cam 嘢咧，嗱，我建議大家學生時代算啦，喺大學出嚟呢個社會唔好咁樣做，知唔知道？因為你 yes 完之後，嗰個人會記住你係一個 cam 人，而如果佢記住咗你一個 cam 人，就即係好多人記住咗你係一個 cam 人。所以唔好咁樣做，多啲對人笑笑口，講早晨，因為你咁樣唔會換嚟任何壞嘅後果㗎。最多就係有人會同其他同事講，嗰個人成日講早晨，完全冇問題，係咪啊？如果佢覺得你 cam，係佢 cam，所以多啲笑笑口同人講早晨。咁就嚟到學師十屆嘅第10屆，亦都係我認為最重要嘅嗰一屆，就係喺大學呢幾年，有啲嘢可能比你大學讀嘅學問更加重要，甚至乎可以讓你畢業就贏在起跑線，就係學識同錢打交道。唔係叫你哋儲起所有錢唔好使，唔係講呢一樣嘢，而我係講緊你係要明白點樣可以有啲咩方法令你嘅資產增值，唔好俾人呃，可以係一個用法。而自己令到你嘅財富可以增值，亦都係一個方法。因為你哋 Gen C 好多人都係獨生，而我亦都好相信你哋嘅家庭係留低咗一筆嘅資產俾你。而喺好短嘅時間之後，一個可見嘅將來，你爸爸媽媽就會將好一個部分擺到你哋嘅手上，可能係買落咗係保險，可能係基金，可能係物業，可能係 cash。你要識得去利用爸爸媽媽留俾你嘅呢啲真係寶物，然後令到自己嘅生活可以過得好啲，亦都同一時間甚至乎可能可以令佢哋嘅生活都過得好啲。所以要學習啦，即係真嘅，就係你電視節目見到嗰啲基金、債券、股票、貴金屬，要知道係乜嘢嚟。就算你唔識唔去買，你都要知道係乜嘢嚟。喺香港呢個地方 for conversation 一樣係好有用嘅。好，咁啊，學師10屆頒授完畢，各位小朋友，我哋而家咧就講一個寓言故事啦喎。咁呢個寓言故事叫咩名呢？呢個寓言故事叫做3隻小虎喎。喺好耐以前，有3隻小老虎喺老虎學院畢業。大個仔要離開佢嘅媽媽，自己喺外面住啦。佢哋3隻小老虎離開咗媽媽嘅屋企。老虎大哥佢咧係好懶嘅小老虎嚟㗎，於是佢想好輕鬆咁樣起咗間屋。佢就去揾個農夫買咗啲稻草，起咗間草屋。有老虎二哥，佢就去揾個木匠買咗啲木條，就諗住起間木屋。而老虎3弟佢就係最認真㗎，於是呢，佢就去揾工匠，去買咗啲磚頭，好努力咁樣起咗間磚頭屋出嚟。就喺呢個時間，有隻小豬喺隔離望住3隻小老虎。佢話：呢
呢三隻小老虎睇上嚟好嫩，好好味喎。於是咧就跟住咗三隻小老虎，佢去到小老虎呢間草屋外面，佢就好大力咁樣，呼呼就吹冧咗呢一間嘅草屋啦。跟住老虎大哥好驚，佢就跑跑跑跑跑，就跑咗去老虎二哥嘅屋企。跟住去到老虎二哥屋企，哎呀，小豬好努力咁樣，呼都吹唔爛間木屋喎。佢就行埋木屋外面 ，knock knock knock。老虎二哥就話：老師教過呢，有人敲門一定要開門睇下係邊個㗎。佢就打開門，小豬就衝咗入去屋入面，諗住咬兩隻小老虎。小老虎好驚，於是佢哋就跑出屋外面。小老虎跑得快過豬仔㗎嘛，於是佢就跑咗去老虎三弟嘅屋企度。豬仔喺外面，點樣吹都吹唔爛呢間磚頭屋。然後佢行埋 knock knock knock， 老虎二哥就叫老虎三弟千祈唔好開門。於是佢冇開門，但係小豬好聰明，佢心生一計，不如喺個煙通度爬入去咪得咯。於是小豬就爬咗喺個屋頂，爬咗上個煙通裏面。三隻小老虎喺屋入面聽到上面唰唰唰，就好驚，但係佢哋冇任何嘅辦法，佢哋只好鎖住個門，驚佢門口度入嚟。由豬仔說時遲那時快，喺煙通嗰度唰已經爬咗屋入面。佢對住三隻小老虎，呢隻咬一啖，嗰隻咬一啖。小老虎不斷咁樣尖叫，然後幾經辛苦，終於係帶住遍體鱗傷嘅身軀翻返去揾老虎媽媽。老虎媽媽見到三隻小老虎俾小豬咬到一岩一忽，覺得好痛心，然後就同三隻小老虎講：點解你哋三個咁蠢㗎？隻豬仔爬入嚟嘅時候，你喺煙通下面煲烹水，咪可以淥死佢咯。各位同學，呢個故事講完啦，到底帶出啲乜嘢嘅道理呢？